吴客，进。我。苏家，实在经不住，小客唔在世数，请苏家多多包涵。不敢不敢。无代，行，我送你倒转。行。将业主带回去。我。请。想袂到，实在是想袂到。什么想袂到？迄一日，我赶到姚田乡，吴青青将一笔要打去无单，转去的话来交付我。我以为是伊将伊交给我，我来到这个所在，将话拍开，想袂到所看见是一笔已经要打去无单。迄时阵，我实在是真伤心。东阿爷，多谢你为我这么啊担心。啊，我出乡求足久啊，我惊娘娘伊会挂念，无你送我倒来乡内好无？无等，今日一别，互你再见。要无，我再找机会甲你见面啊。无等。东阿爷，你对我有救命的恩情，王母娘娘对我有再造之恩。要无，我来去求王母娘娘想一个办法，相信咱以后一定会当正式斗阵。无等。我看哦，你来赶紧转倒水哦，咱若无以后过会无机会啊。我来。还要叫一个。真是的，我毋是超工。你来啦？我是超工。袂用的啦。你这人有看到，会用掠去关天无呢？这我知影，只毋过我若是敢无记到你的面，我规工拢会心情会对。啊，你即摆毋是看到啊？以后转去啊？无代，这我看。无代。这个姚路伊阁要害人啊！好啊啦，你好走啊！我要去看一下。哎呀，你若真是唔走，我就要生气啊！好，你莫想，我走。只毋过，毋知当时我才会去福建。因为我才去看。真是的。无等啊，亲姐姐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见东华师姐。你安尼就要去哦？
你哪唔惊人讲咱姚丽宫伤过无大方？啊，亲姐姐，无法是要安怎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姚丽宫的蟠桃甲仙酒是闻名天下。我看你早一摆去也东华书姐。对，多谢亲姐姐。紧去啊！无代，无代。我会用你入去无？当然会用啊，请。无代，你这庆酒跟仙桃是为倒位来？是姚弟强摕来啊。这是为梵天鬼，你知影？咱袂用去照。这庆酒是王母娘娘甲玉皇上帝啉的。这仙桃除了王母娘娘的圣水以外，啥物人拢袂用随便食的。中华，你实在真巧呢，不过你也是想袂过哦。人是想讲要摕来互你食的。我知影，不过咱即摆卖食，连米你搁摕倒转去，肯回原位。哦。无代，不要紧，只要无人知影，都袂有代志，无代，你伫咧姚丽宫日子过得有好？娘娘就听我的。师傅，金生木，木生土，土生水，水生火，火生金。师傅，你平常时并不是安尼教弟子的。颠就是倒，倒就是颠。东华，你这几工是不是有那颠颠倒倒？师傅，弟子袂明白。袂明白就是明白。东华，你敢真想啊袂明白？弟子知罪，弟子罪该万死。要毋过师傅，无等伊敢要求。一头气酒并无啉，刀仙刀并无食，离开姚丽宫又搁倒转去，伊并不是逃走，敢讲安尼，伊原来是有罪心。东华，你唔通为着爱受阻碍，假使伊若真正无罪，天庭就袂判伊的罪啊。无但伊本来就是无罪啊。什么人讲伊无罪？伊的罪证足足会当拍落凡间受苦啊！我袂用去让无等受到这款的折磨，我一定要去救伊，我一定要去救伊。九转现单，凡人接落去就会终生愤怒；仙人接落去会助中发力，助中发力，助中发力。
干嘛你把猪的九转心肝都吃了？你会记食？我不管，我要多中我的管理，我要多中我的管理。我走了啊！输一定我妈死啊！我走了。我唔知遇到什么代志，去南香港，唔向南京走。你想哪是啊？咱赶紧过来看卖啊！谁啊？你安怎？你要倒？就是想起来嘛！怎么样？你安尼冲冲蹦蹦过南天门，这已经加当啊！对，我嘛咧想哈。想啥？我不管，我要进来去救无大人。没有走，行啊！这是做计划。东华书店，你甲私闯南边门，也唔赶紧退下！退下，是恁退下，也是我退下。大胆，口气阁真大，竟然敢在此夜武扬威，抓起来！东华书者偷吃九转仙丹，大闹天庭，违反天律。玉帝代念着讲，伊是实丹过道，特别命令太上老君领回教导。太上老君领回着东华书者，当道路宫的时阵，拄好拄着牡丹被天将带去凌霄宝殿，要来接受着审判。东华书者看到牡丹受苦之容，煞来突围而出，滑落凡间。轮回转世，将下玉帝，明示，将如凡探记带入殿。动如山如幻，探记倒入天界，化成牡丹，到处攀桃仙酒，色诱东华书者，恶性难解，因律应拍入乌洞，行销魂灭，永绝后患。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天庭自有天律，大小事务依法办理。但是天庭自从有乌洞以来，
将来阁毋捌有一位仙家魔王送入河洞，兴奋复烈。因此，朕实在真无愿意开此重礼，恐惊出了一个开，以后天庭会愈来愈多事啊！国王书记，是我害你，我害你啊！但是你身犯重罪，也难饶恕，该当如何将轻公义？启禀玉帝，贪忌犯罪，自当依天律判处，拍入乌洞，以为天律尊严。太上老君，你意思如何？启禀玉帝，小道东华使者是因为贪忌反出南天门，是东华道心不坚，罗军教导无方，但是并无怨贪忌啊。老君，你的心胸令朕钦佩啊！王母娘娘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启禀玉帝，伊毋是贪忌。哦，启禀玉帝，哪有此事？一草一木，拢是天地人气所生，不能随意判其生死。你应该调查清楚。启禀玉帝，所贵的确实是贪气。请王母娘娘解释。单记已经予老师在尧池宫中用冤果成火，该烧成灰了。原来如此，那这位到底是何人呢？老师在尧池宫中有一盏火花，老心一时心火来调，将伊化成人形，号名牡丹，就是伊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单记是单记，牡丹是牡丹。玉帝圣明。人事罪消，贪记医术，贪记罪消。牡丹，你得出蟠桃仙酒，色诱东华使者，该当何罪？启禀玉帝，盗出蟠桃仙酒，色诱东华使者，应该拍入乌洞。事间有所不定，娘娘明示。无但此酒此图，是为着要答谢东华使者的救命之恩。你是安怎讲？东海灵王素太子，听讲牡丹真水，温柔可爱，半命来抢，因此才有引起东华使者解救牡丹。灵王掌管我儿四海之族，应该是教主有方啊。启禀玉帝，东海灵王求见。有请东海灵王。老臣拜见玉皇大帝。请去，请去，灵王请去。谢玉帝，老臣得来请罪。灵王文思四海，得帮我儿，何罪之有？老臣教主如风。左右，赶紧扶灵王起来。王母娘娘，老臣在。听讲你培养新品，蟠桃仙酒，妙观古今啊。无错，无错。灵王不远千里而来，众卿一同前往尧池宫饮酒如何？老臣遵旨。尧池宫女低温低薄，胜过凡间一寡低温不低薄，而且稳重守薄的人。小小的差错，这并不是王母娘娘的教育失败啊。老臣领罪。那呢，就请娘娘将牡丹领回，重新教育成才吧。老臣叩谢玉帝天恩。牡丹，也唔赶紧叩谢玉帝开恩。谢玉帝。
无等啊！啊，请请请请。无等，我爱你送一个蟠桃甲仙酒去啊东华书家，是叫你摕姜来姜母所做。你是安怎去摕王母娘娘的仙酒？领出这个后端啊？无等知影唔对啊。这届啊，若不是我向王母娘娘替你求情，你就真凄惨。多谢亲姐姐。这是玉帝赏你的酒啦，你是唔通啉酒醉呢。若搁了啥物代志，我是无要搁插你哦。我知影。伊是无加无惨，拄甲你是愈惨。洞庐山的坦己违反天律，倒入天界，化身魔丹，盗出蟠桃仙酒，色诱东华使者。伊天律应该是拍入乌洞，行销焚灭。加在是妖帝的王母娘娘说明求情，玉帝才来疗赦。魔丹对东华这片解救之恩情，伊是要安怎来报答的？玉皇子伊走出来，天庭闹无够，也要搁闹到汉奸。玉皇子会搁惹出什么代志呢？东华使者为着无爱让魔丹来受苦，煞来违反着天律，偷食着太上老君的九转仙丹，结果食者想要坐起笑，煞来大闹南天门，掉落凡间，轮回转世为人。伊转世是什么人？敢讲的是吕洞宾哟？假使若是安怎来叫做吕洞宾？那呢，伊还阁有食遐尔多的九转仙丹，伊阁会变成安怎呢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精彩好戏《吕洞宾》。